老散傳其前傳，苦難著云，在偏遠山區深處，有一個被貧困陰影籠罩的苦水村，散家是苦水村貧困的縮影。幾間搖搖欲墜的土坯房，在風雨中苟延殘喘。父親黃聰偉被繁重農活與生活重壓折彎脊梁，母親沈文珠常年臥病在床。自幼，散日陳便在苦難的深淵中掙扎求生。天未破曉，他便隨父親踏入貧瘠的農田。年幼的他，身軀不及鋤頭高，卻要費力揮舞農具。別的孩子放學後能嬉戲玩耍，散日陳卻只能照顧病床上的母親。一家人的飯菜不過是野菜混着糙米煮成的稀粥。儘管生活艱難，散日陳心中對知識的渴望如火焰般燃燒。在破舊的教室裏，他如飢似渴吸取知識，成績始終名列前茅。然而命運無情，散日陳12歲那年，一場百年不遇的暴雨引發山體滑坡，渾濁的泥石如洪水般將散家吞噬。他親眼看見父親為救母親被巨石擊中，父母的生命之光漸漸熄滅。父母離世後，家中一貧如洗，還欠下巨額債務，債主們每日上門，惡語相向，拳腳相加。走投無路的散日陳拖住遍體鱗傷的身體偷偷賣血。一天夜裏，債主揚言要打斷他的腿。萬般無奈下，散日陳從院子角落的狗行洞鑽出，在黑暗中逃離了苦水村。身後是被苦難籠罩的故鄉，前方是未知卻充滿希望的城市。第一章：苦難開端。12歲的散日陳本應在校園中吸取知識，然而命運卻將他捐入社會的殘酷漩渦。他不得不踏入建築工地，掀起搬磚的粗活，每一塊磚都承載住他對未來微薄的希望。很快，工地活計減少，散日陳失去了僅能勉強維持生計的工作。身無分文的他，只能在城市各個角落流浪。垃圾桶成了他獲取食物的寶庫。一日，散日陳在狹窄小巷裏翻找食物時，一隻瘦骨嶙峋的流浪狗盯上了他手中的麵包，飢餓讓這隻狗喪失了所有畏懼，他猛地撲上來，一口咬在散日陳的手臂上。散日陳拼命掙扎，雙方在垃圾地上扭打，最終散日陳拼盡全力咬下野狗的左後腿，狗在劇痛下逃離。第二章：絕境轉機。一個陰霾密布的午後，散日陳在廢棄廠房附近發現了一些生長在腐肉上的奇特蟲子，飢餓感讓他萌生大膽想法，把這些絲蟲變成食物。他壯住膽子找了些絲蟲回去，用僅有的破鍋嘗試蒜蓉爆炒。當他小心翼翼地嘗了一口，竟發現味道別具風味。散日陳給這道菜取名為爆炒絲蟲鮮會。這獨特的菜品在底層人們中漸漸傳開，一些同樣為生活所逼、膽大好奇的人紛紛尋來，想要品嘗這新奇的菜肴。第三章：美食開拓。一位被散日陳經歷打動的老者，無償借給他一間小屋。散日陳用心收拾後，掛上老散絲蟲美食的招牌，開始售賣爆炒絲蟲鮮會。出乎意料，這道菜憑藉獨特風味吸引了越來越多食客，小店生意日益興隆。散日陳並未滿足，開始研發更多菜品。經過無數次嘗試，他陸續推出18種各具特色的絲蟲菜式：香辣絲蟲串串香、糖醋絲蟲裹蒸球、醬香絲蟲燜鍋煲、清蒸絲蟲白肉盤、咖喱絲蟲燴飯香、麻婆絲蟲麻辣味、番茄絲蟲濃湯盞、蔥爆絲蟲香滿圓、椒鹽絲蟲脆香酥、豉汁絲蟲精美味、蒜香絲蟲烤滋味、紅油絲蟲拌鱔香、奶油絲蟲焗濃香、黑椒絲蟲嫩煎盤、薄荷絲蟲清涼宴、酒香絲蟲醉滋味、蛋黃絲蟲金沙風、蜂蜜絲蟲甜香酥。隨住這些菜式推出，老散的小店名聲大噪。
從偏僻小店迅速擴展成頗具規模的酒樓，慕名而來的食客絡繹不絕。第4章商業騰飛，老散決定開啟連鎖經營模式。他組建專業團隊，從食材供應、菜品標準化製作到店鋪管理運營都進行了嚴格規範。在食材供應方面，老散建立自己的養殖基地，確保絲蟲來源安全穩定。在菜品標準化上，他制定詳細操作手冊，確保每家店口味一致。在管理運營方面，他培養專業管理人員，制定完善服務標準。一家又一家連鎖店在各個城市繁華地段相繼開業，每一家店都門庭若市。老散的名字在餐飲界逐漸傳開，成為響當當的招牌。為滿足更多顧客需求，老散投資建設絲蟲罐頭加工廠，用先進生產工藝製成罐頭，方便儲存運輸。這些罐頭不僅國內暢銷，還遠銷海外。老散的老散國際商業帝國就此崛起。他從社會最底層搖身一變，成為身家豐厚的企業家。第5章慈善之路與超繁華，功成名就後的老散成立了老散慈善基金會，將大量財富傾注入各類慈善事業。在偏遠貧困山區，他親自參與每一所學校援建工作，看到孩子們踏入明亮教室，眼中閃爍對知識的渴望時，老散內心滿是欣慰。孩子們親切稱呼他為散爸爸。當自然災害肆虐時，老散總是第一時間挺身而出。在地震廢墟上，他不顧個人安危指揮救援；在洪水泛濫地區，他乘坐衝鋒舟救援受困群眾。老散設立的醫療救助項目，為無數看不起病的患者點亮希望之光。他常常握住患者的手，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激勵他們勇敢面對病魔。老散的善舉如溫暖陽光，灑遍世界每個角落。人們親切尊稱他為萬世散子，他已成為善良與希望的象徵。或許是老散的善良深深感動天地。一次在古老寺廟後院的銀杏樹下靜坐冥想時，一陣奇異光芒將他籠罩，一股神秘力量湧入他的靈魂深處，他的意識逐漸模糊，進入了一個空靈境界。當老散睜開雙眼，發現自己竟擁有了超凡法力，仿佛已超脫凡人之軀，達到佛性境界。他能感受到世間萬物的細微情感，能洞察黑暗中的苦難。自此，老散肩負起更神聖的使命，無論哪裏有災難，他都會瞬間化作光芒出現。他雙手合十，佛法力量平息狂風，穩固大地，化解危機，拯救生命。在偏遠村莊，老散輕輕揮動拂塵，病魔便悄然消散，人們紛紛跪地叩謝。老散決定施展大神通，創造出一片老散淨土。他來到荒蕪山谷，雙手舉起，誦念神秘經文，瞬間光芒萬丈，從掌心湧出磅礴力量。原本荒蕪的土地上，青草長出，花朵綻放，溪流潺潺，這裏變成了宛如世外桃源般的淨土。老散運用法力，將生活困苦、心靈受折磨的人們接引到這片淨土。當人們踏入的那一刻，所有疲憊與痛苦都被洗淨。老散從一個受盡苦難的底層人，憑藉堅韌、善良與無私奉獻，成長為受人敬仰的慈善大家，最終超凡入聖，成佛濟世。他的故事如璀璨星辰，在世間夜空中閃耀永光芒，激勵住一代又一代人勇敢面對生活磨難，用愛與善良溫暖這個世界，成為人們心中永不朽的傳奇。